Lazy Lion 日行萬步步行挑戰原來已經舉辦第3年啦。係啊，沃斯，適逢2024年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我哋醫務衛生局同衛生署首次聯同深圳同珠海呢兩個大灣區城市同期舉行步行挑戰，攜手推廣步行，以賀國慶。我哋香港就以陪我行陪你講為口號，號召個人同工作機構參加步行挑戰，希望更多市民認識步行對身心健康嘅益處，並鼓勵朋友同同事之間互相支持，每日步行1萬步。活動亦邀請到17間支持機構共同宣傳同推廣日行萬步步行挑戰2024。今屆日行萬步步行挑戰仲有另一個首次，就係首次運用新推出嘅依家生活流動應用程式作為活動平台。參加者只需登入平台報名，將手機內置計步程式同平台對接記錄步數，並喺步行挑戰期內達到平均每日步行7500步及1萬步，就可分別獲得電子參與證書及達標證書。仲可以收集我哋嘅期間限定版電子貼紙添啊！今次活動咁成功，全賴各支持機構以及多個政府部門鼎力支持，喺佢哋嘅宣傳平台齊齊呼籲市民參加步行挑戰。我哋仲邀請到方力申做日行萬步步行挑戰2024嘅宣傳大使，為活動拍攝宣傳片，鼓勵市民邀請埋朋友一齊報名參加步行挑戰。依家齊齊行，我沃斯同 Lazy Lion都有份新演出㗎。依家齊齊行啦！喺活動期間，我哋進行咗一連串宣傳攻勢，包括一系列社交媒體貼文、舉辦 Facebook 同 IG 有獎遊戲、同多位微網紅合作、刊登報紙廣告及網上廣告，同利用戶外及室內電視播放宣傳片。今次宣傳取得顯著成效，獲得高達3700萬數碼媒體曝光次數、27萬社交媒體互動次數、高達940萬影片觀看次數，以及接近3萬個點擊次數。另外，我哋揾嚟盛裝 band 為我哋作咗首挑戰慢步行歌，揾埋排舞師幫我哋編舞，然後喺港九新界舉行多場 See You There 快閃舞蹈會，同大家近距離接觸，一齊又唱又跳。同場仲邀請市民即場報名參加步行挑戰，兼為參加者打氣。喺11月1號，我哋舉辦咗國慶75週年日行萬步步行挑戰2024啟動禮。當日除咗有香港、深圳、珠海3地分享各自喺推廣步行嘅經驗之外，醫衛局局長盧寵茂教授、衛生署署長林文健醫生同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醫生更帶領一眾嘉賓步行1949步。今屆步行挑戰嘅報名非常踴躍，好多參加者都成功達標添啊！有大約1萬位參加者參加今次挑戰，總步數超過16億步。仲有過百間機構參與活動，參加挑戰嘅員工為其公司競逐機構獎項。以下10間機構就係總表現傑出大獎同萬步挑戰成功大獎嘅得主。今次活動得到大家嘅支持同參與，係本司覺得最開心嘅地方。步行係一種簡單又可以帶嚟好多健康益處嘅體能活動，能夠改善心肺功能、強化肌肉同骨骼、減輕焦慮同抑鬱症狀、降低患上慢性疾病嘅風險。即使日行萬步步行挑戰2024已經圓滿結束，但係大家記得要繼續陪我行，陪你講。就算行唔夠1萬步都唔緊要㗎，行多啲點都比坐定定好。依家齊齊行，身心健康齊達到。